弟兄姊妹早晨，大家好，我叫做 Gloria， 係 SK 體系 EB 嘅小組員。感謝教會嘅安排，讓我可以上嚟講關於珍珠特會嘅見證。從報名呢個珍珠特會開始就幾波折嘅，因為要請2日假啦，所以我就好惆悵。咁 EB 都同我確認咗好幾次我嘅安排究竟係點啊咁樣。咁唔係因為我嘅上司有幾咁可怕啦，係因為我對權柄嘅恐懼。咁我遲遲冇辦法開口同上司去確認關於請假嘅安排。咁終於啦，靠住神俾我嘅勇氣同埋智慧，我攞到假期可以參與啦，哈利路亞！咁整個珍珠特會嘅安排啦，非常之緊湊，但係完全冇悶場。咁教會為咗我哋，讓我哋更加好咁代入喺呢個情景當中啦。每一個見證之前啦，都準備咗非常之豐富嘅話劇環節。每一個話劇背後，我睇到嘅係每一位喺化妝、服裝、道具、跳舞、背景音樂、動畫、台詞、劇本等等等，靠住神同埋對教會嘅愛啦，去完成嘅弟兄姊妹。中間啦，仲加入咗好多當事人嘅一啲小動作啦，等等咁樣去令到成個效果更加生動啦。可見裡面代入咗幾多心思同埋考量，咁呢啲都係愛喺裡面啦。所以成個珍珠特會啦係冇悶場，唔會瞌眼瞓，就好似我咁對教會對特會有疑問嘅咧就。弟兄姊妹可以唔使擔心，係啦。咁裡面提到有好多嘅見證啦。咁印象最深嘅咧係裡面有一位女傳道想好好咁樣服侍神，喺服侍上面好投入，但係丈夫有一日卻不辭而別。兩位仔仔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啦，對教會啦就有極大嘅恐懼，覺得即使你服侍神，都會面對呢啲事情，認為成為同工就會遭遇好多嘅困難同埋挫折。而且帶住對父親嘅唔理解，即使有神嘅呼召，都唔願意成為同工，對教會好有保留。但係有一日啦，佢轉念認為，既然一定要有人承擔呢一啲痛苦，就等佢嚟啦。咁佢就好好咁樣順服神嘅旨意啦，進入到學房當中，認識更加多嘅真理，更喺學房裡面啦，認識到佢嘅另外一半。咁喺見證結束之後啦，有一個醫治嘅環節，就係關於父母喺成長過程當中嘅缺席。咁喺我成長過程當中啦，爸爸因為要做生意，所以經常周圍飛，甚少出現喺我嘅成長過程當中。所以當知道爸爸要返屋企嘅時候咧，媽媽咧就會打醒12分精神，收拾好晒屋企，展現最好嘅一面。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啦，咁我自然對權柄就會有好大嘅恐懼啦。希望喺爸爸媽媽甚至係所有人面前都呈現一個最好最有價值嘅自己。喺小組長鼓勵底下啦，我選擇咗出去舞台前方領受呢個醫治。嗰一刻覺得所有嘅包袱都攞走，有嚟自天父爸爸好大好大嘅愛包圍，都因為呢個選擇，所以我可以有好大好大嘅釋放。講起選擇，今次嘅珍珠特會，我最大嘅體會就係張牧師同師母喺25年前喺神嘅帶領下建立教會，裡面好多嘅弟兄姊妹喺唔同嘅道路指引下選擇嚟到個611。我哋嘅牧師師母喺選擇跟隨神，選擇放低一切嚟到澳門建立亞門611，接受讓我哋可以接受真理嘅教導。好多嘅同工，即使有更加輝煌嘅事業前景，佢哋都選擇服侍神。好多人選擇成為小組長，成為母旁去牧養一個又一個岩殘又破碎嘅沙子。好多弟兄姊妹選擇順服權柄嘅教導同埋牧養，成為一粒又一粒閃耀嘅珍珠。世界會講選擇比努力重要。聖經裏面路加福音10章42節講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瑪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奪去的。神無論點都會愛我哋，好似珍珠咁樣愛我哋。而選擇點樣嘅道路係我哋嘅自由意志，我哋可以選擇離開，選擇瘋狂，選擇逃避，但係選擇向神靠攏係可以讓我哋冇咁容易受傷同埋痛苦。喺眾多選擇中選擇神係永遠都唔會失望嘅。
祝福大家啦，靠住神所喜悅嘅選擇，都可以成為嗰一粒由內而外閃耀嘅珍珠。唔一定係正圓形，但一定獨一無二。最後，我非常感謝牧師師母帶領我哋去參與珍珠特會，都感謝我嘅組長 Eby 常常鼓勵同埋幫助我，期待我可以成為天父手中嘅珍珠，成為母旁一般嘅小組長，讓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天上嘅阿爸父。